開咗窗嘅情況下咧，佢可以做到個南北對流嘅咁都係望翻濕地公園，佢呢度係小高層嚟嘅呢個已經係差唔多接近係鳳凰層噶啦。呢間客房如果打飄窗嘅情況下咧，你係可以完全擺米八床噶啦，好似平時我哋睇九龍灣啲93平方嗰個一櫃嗰個主人房咁大嘅。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Harvey， 歡迎收睇卓成頻道。嗱，呢一集同樣係招商英文水岸呢邊，同大家睇一套4房嘅小高層嚇。如果大家想住翻啲密度冇咁高嘅10零樓嘅總高層10零樓嘅除咗頭排2排呢啲單位啦咁係小高層嘅，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高層嘅單位啦119平方嘅只需要72萬一個4房可以對流嘅戶型但係景觀咧就唔係非常之完美，但係都 OK 嘅一個景觀係啦。價錢咧亦擺喺度，後期都還有啲4房嘅單位同大家一齊去做對比嘅。咁我哋呢一集咧先上去同大家睇睇呢套4房，你啱唔啱先咁我哋而家上實地睇睇咩情況。嗱，大家睇睇呢套單位有4房需求嘅，咁你睇下呢隻戶型呢隻單位，你有冇興趣啦？119平方，72萬價錢相對嚟講嘅話咧，都係6字頭左右嘅啫。咁我哋首先過嚟睇睇呢套單位嘅整體格局先啦。首先從我哋入戶門呢度開始睇啦咁入戶嚟就會係廚房嘅位置啦一嚟就係廚房嘅位置。咁佢無漆嘅門口可以改動，睇下你點樣去做翻佢啦一個情況啦一個腰型嘅廚房設計腰型嘅廚房設計足夠大嘅，呢個廚房其實都 OK 嘅。你自己睇翻2-3個喺入邊都可以去同時操作到嘢嘅過嚟呢邊咧就會係第一個多功能房多功能房咧呢個位置你可以打咗佢但係咧就唔會好大啦。呢個多功能房有啲咧我記得係會褪翻咗出嚟嘅將佢褪翻咗出嚟嘅門呢個位置做翻闊少少佢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嘅話咧就唔算話好大，你可以攞嚟做翻一個其他嘅多功能室啦咁你如果係真係要瞓嘅情況下，要住嘅情況啦，可能就會細翻啲呢個多功能房係實話實說望翻一個內園嘅景觀出邊咁我哋睇翻呢邊咧就係餐客廳餐客廳咁餐廳嘅位置夠大噶啦，咁你係同樣係跟翻嗰個望到係我哋嘅一個花園嘅景觀嘅帶埋個飄台位置係可以打㗎飄台咁睇下大家到時要唔要利用翻呢個整體一個飄窗呢個位置啦同樣望翻落去花園嘅景觀咁呢邊咧過嚟鏡頭過嚟睇翻你呢邊咧係客廳，客廳過嚟就係陽台呢邊啦，同樣係西南向開咗窗嘅情況下咧，佢可以做到個南北對流嘅都係望翻濕地公園同埋咧觀光塔長利河嗰邊啦因為呢個咧佢呢度係小高層嚟嘅呢個已經係差唔多接近係鳳凰層噶啦但係所望翻出去咧比前面呢一座係有少少遮擋啦呢個戶型咁，如果所以話咧係望唔到豔陽湖嗰邊嘅景觀除非企落嚟呢邊咧企落呢邊都層數問題咁主要係以翻呢個濕地公園為主啦咁呢個景觀就相對嚟講係同3房嗰套咧係有少少差別啦，係咪睇翻呢度呢邊嘅休息區先公衞同樣嘅，佢係呢啲公衞咧係做乾濕分離之後咧就係一個標準嘅公共衞生間嚟㗎啦夠使用嘅。第2間客房第1間客房你飄窗打咗嘅情況下咧咁你可以擺翻張雙人床如果你話唔拆佢嘅做榻榻米嘅同樣都係冇問題，可以加埋衣櫃都可以加埋衣櫃，咁你就唔一定做到3面落地啦呢個房間就係咁樣呢間咧第2間客房，我哋最尾睇主人房呢間客房咧就又大好多啦。呢間客房如果打飄窗嘅情況下咧，你係可以完全擺米八床噶啦，好似平時我哋睇九龍灣啲93平方嗰個一櫃嗰個主人房咁大嘅嗰個戶型嘅主人房咁大嘅，打咗飄窗之後擺米八床衣櫃、床頭櫃呢啲全部都係可以收納到，可以擺得到嘅第3間客房係非常之唔錯噶啦，夠晒啦。主人房同樣都係非常大嘅，大家睇翻入嚟主人房呢邊，呢度係有一個衣帽間嘅位置整衣櫃嘅位置，咁再過嚟咧先係主人房嘅套間位係嘛標準吧？咁呢邊先係一個擺床嘅位置同樣衣櫃做咗嗰度啦，呢度就可以擺咗米八大床噶啦唔打飄台都可以擺米八大床，係唔影響，而且係還可以整埋床頭櫃。如果你話嗰邊衣櫃唔夠擺嘅，整多排櫃喺度都冇問題
咁啊同樣啦，佢嘅景觀係嗱，主人房嘅景觀望出去係好舒服嘅，長利河啊、豔陽湖啊、西江啊都可以睇得到嘅，你好似床頭擺呢邊一起床，哇望出去個景觀，拆咗呢個窗花佢，哇望出去就真係好舒服，係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啦，周邊你華僑城啦、保利啊，係嘛？咁你招商呢度同樣都有4房嘅單位，咁你睇翻你中意嘅4房單位，你接受到嘅係個咩價錢，同埋咧係接受到個咩景觀，仲要睇翻佢嘅性價比高定唔高，係啦。咁招商呢雲水岸咧係我哋呢幾集入邊嘅呢號係第一套4房嘅單位。仲有啲4房嘅單位，大家可以一齊去對比翻嘅，一齊去對比翻嘅，好似呢套咁11972萬咁你大家睇下呢個價錢 O 唔 OK， 或者對呢套單位感唔感興趣？係啦，如果係感興趣想了解嘅，咁WhatsApp 我哋攞資料，係啦，咁如果係話想對比得幾套嘅，咁繼續關注我哋頻道接落嚟還有啲4房嘅單位俾大家去一齊做對比嘅，咁我哋呢集就到呢度，下集見，拜拜。